大家把爱打棒，然后还有大家把爱金卡打棒，大家因为你们那边按，把啥都做过，把都做啊，那你把爱过，把都做你那马跳。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享受他的温情。
和我们找到答案。唯一的答案就是让我们明白认识这位。我们不要只是公文流你，我们一定要遇见我们的主，因为他知道我们心里所有的一切。那我们在他的面前有指望，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每一天都在，他从来不离开我们，他真的是很爱我们。我们要有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他的。我们来唱这个，我心属于你。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感谢我们的神，他是很爱我们，只是我们人有很多的时候不听他的话，走别人的申诉，来到我的面前，我爱你。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歌。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
神的面前，你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确是的，我们走天堂的路真的是不难，尤其在这个时候，在武汉的这个会议迈进到每一个国家，我们如此的来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可是我们并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当这样的灾难临到世界的时候，这就是神来提醒我们，不能够仰望他，不能够认识这位真正的者，他是唯一的道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我们就是要离开我们自己的灵魂，使我们得着，让我们能够回到天父的面前。我们不要只单单只顾我们的生活，我们要爱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关心所有的民族，我们要关心很多的人，让主的爱分享给他们，让他们都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让他们都能够回到主。因为这个世界不属于我们的，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只不过是几个思念，我们很快就会离开。所有的人已经离开了我们，可是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好好的来认识这位耶稣，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成为是完全的。哈利路亚！我们真的是蒙福的孩子。我们再唱一次这首歌，我来到你面前。
中站立。至高全能的神，我们主耶稣基督，我感谢赞美你。今天圣日，你召聚你的百姓，我的众弟兄姊妹，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同心来敬拜你。在诗篇66篇1节这样说：全地都当向神欢呼。主啊，是的，因你创造世界上这一切美好的事物，没有一样不赏赐给我们，因为这一切献上感恩。谢谢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求主柔软我们的心，预备自己来参加今日的盛会，帮助我们省察自己，求主宝血洁净我们一切隐而未现的罪，使我们得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你。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单单切切的来寻求主的面，全心来敬拜在你的殿中。求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不准恶者在崇拜中有任何搅扰的作为，一切沉睡、愁烦、难主人来到神面前的恶灵，都要完全的离开人心。求主赐下能力、智慧，来向你
卡尔的传道的身上，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圣灵的能力，凡听见的人都得益处，凡听见的人满足了他的需要，并且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面，使我们有力量遵行神的话语，成为蒙福的人。恭敬地将崇拜从开始到末了交在主的恩手中，保守掌权。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读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中报农民大号以及报告下一周的主日事奉。下一周3月15号，我们仍然是和谈哈，时间是9点半到12点。讲道者是我们秀香长老。司礼田伟礼长老，司宪林清朗、黄宝仪执事，招待李佩荣副理会长，敬拜赞美由叶丽敏，诗请陈嘉玲、周一燕、曾明妹，殷凤、刘心义，执周长老黄英杰。那么呢，各位大家。各团契的聚会，我中年关怀探访，主日会后他们会有安排弟兄有爱好，不明3月14号星期六晚上8点，我们仍然学习我们的灵主统张梅花长老教导。张春梅来演唱。叶丽明3月14号7点半，晚上7点半。聚会的内容被神的爱所激励。主理跟演唱是张庆文、卡洛、地点在2楼。家庭礼拜哈，因为昨天。该地部总值，从3月开始，家庭礼拜暂停到4月底哈，因为武汉肺炎的缘故，我想大家会害怕这样同一地势的空间会有那种传染的疑虑，所以改变了这个总值，3月到4月，3月开始哈。这个礼拜开始，到4月底暂停所有的家庭聚会。祈祷会一样是继续。主理是我们刘阿春牧师领唱张春梅。那个民大庭里贡献报告，3个主日的贡献，一共是58551元。明细你们看不能说好玩给他回，对啊，登记来说指示更正。另外，对大众媒体教会消息，欢迎主内弟兄姐妹参与敬拜，更欢迎第一次来到的家人，我们欢迎你。伊拉好，库巴鲁海带你，你卡布多里海能大。我看到一个弟兄在
好像没见过你，大概是还是，请您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来了好几次了，可能没有亲自介绍。我叫黄正平，我是花莲玉里高寮的人，谢谢。是欢迎你。谢谢。好，欢迎你，请给我们爱的欢迎。好，本日为新美中会奉献主日交换讲台，马拉那个中会委派我们来向尼卡传道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请他站立，还有他的心理，我们欢迎他来到，求主帮助他们，也顾念中会的需要，求主坚定传道师手上的工作，并顾及他家里的平安、健康、喜乐。第二点，3月15号，主日牧师刘阿春要前往灵山教会，请弟兄姐妹同心合意为牧师的脚中能够顺利来代祷，因为下一周主理的秀香长老为他的预备来讲台的预备来祷告。第3点，各团契，麻烦你们就是过程讨论4到6月的施工哦。请于3月29号以前将行事历交给我们行政办公室。如果有需要的话，牧师的4月到6月的讲道经课表可以向办公室索取。第4点，本周读经进度从马太福音到第17章到第18章，请兄姐至招待处领取哈，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完成读经的运动，读好话，说好话，做好话，怎么样？另外呢，报告都还没有，3月开始到4月加快暂停哈，因为我们武汉肺炎的缘故，不断的一直蔓延。密闭式的空间聚会会害怕会有疑虑，所以暂停加快的一个聚会。会后我们会请戴营长详细的为我们报告。肢体消息，因为年长者、肢体软弱者为遇见困难的家庭提名祷告，求主来兼顾他们有信心、有力量，胜过所有的难处。住院的有苏建荣、李金福，休养的有周烈祥、张荣昌、李红妹、徐清宝、郑东龙、黄美妹、林素云、吴秋花、曾彪妹、万木贵、金美妹、孙景福、肖正基、朱全金宝、林阿章、林秋美、还有汪美萍、阿妈蔡开开米巴、把这个呢疾病还有一些软弱，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带平民保守帮助他们。本周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以上。我们一起来读神话。翻开路加福音第10章第5到第6节。
路加福音第10章第5到第6节。第5节，你们无论到哪一家，先要说愿你们一家平安。如果那里有喜爱和平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归他，否则那祝福就归回你们。阿西本那个不弄，反在，一抓都rumah ko kapayaan na mo iayawon ko kasual nanay dihaday ko baru no rumah na mo han almer ira ko ulahay ko dihaday kamtaw marunira ko to kuya ni turunan namo sapa dihaday za u papatiku kamuanan kuya sapa kalmer。我们再翻开另外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20章第19节。星期日晚上，耶稣的门徒聚集在一起，门紧紧地关着，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的领袖。那时候，耶稣显现，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Luya sa ayaway dunia no paluhay lipai nasef ko kawahan no kasakupuan no ni sawawaan no hani matalaw sangga to kakariran no yotay hangga itiya sasaksa si yes to mirang sifo hangga平安和平的长老。以上今天的我们来向传道主题是：你有平安吗？我们恭请来向传道为我们解说神的话语。Saya agama belum. Dalam amal ko kalau tu media atai ni abi 分享的时候很高啊，还记得去年交换讲台也是我今年宗会还是委派我来到我们当中，一同来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刚早上来到当中，坐在台下预备的时候。教会就很热情首先，长老就先拿一瓶水给我，谢谢。过没有多久，我表姐文华琴姐妹拿咖啡给我，我说谢谢。要准备上来之前，师母又拿一壶热茶给我，总共有3杯但是我只有一张嘴巴，我只能用一个，而且我自己有预备谢谢你们的热情的招待，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这样子对待我们所有来到的弟兄姐妹，我们用上帝的爱来彼此来喂养，特别用这个水那我还是习惯用我自己的，所以你们的待会我在回花莲的路上，我再慢慢的来享用那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来到当中，我们一起来用这一个题目，你有平安吗？你还不你哈太那么好，阿门。我们用这个题目来彼此来分享。开始之前你不要忘记大。全能的父神，我们谢谢赞美你，让我们来到你的当中，是神你亲自呼召我们，用你的圣灵引领、看顾、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在今天早晨，不看讲台上的人，我们乃是要仰望十字架的救恩。主，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盼望今天早晨，你用你的圣灵触摸每一个人，用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坚固我们、保守我们，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语使我们得着平安。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在花莲服侍大专事工，你那个规家邻居阿米格里都那你是在全国各地啊，甘芒爱阿米地里带。那我在当中服侍大专青年，那我们有很多的会议，大概不该地那样就必须要来到台北来开会，尤其是近期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总会跟美南差会还有一起来在一个总会当中来彼此来讨论一些事工，在当中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马约翰牧师一个宣教师那他就有先来分享，他说近期看到我们台湾的人，特别是台北都市区的人的脸上都充满了什么忧虑，而且每个人大部分的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都戴着口罩，因为什么？因为刚刚也谈到有武汉肺炎，它充满在不只是台湾，现在在世界。在全球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疫情，所以在我们开会的当中，我们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戴着口罩，一方面保护他人，一方面怎么样，也保护自己。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马约翰牧师就分享了说，我看到现在的人都充满了不平安，所以今天我用这个题目，用几段经文，我们彼此来勉励。在上帝的爱中，在上帝这个信仰当中，我们来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张车票？你来好，马路那么过，今天来巴雅？有吼，有的没有，没有关系。这个是在一定的台南有两个站，一个是什么站？永康站，一个是什么？保安，所以两个站加起来的名字叫什么？永保安康，永保安康。所以你来好，你们有买吗？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平安来自哪里？上帝。我们不需要靠外在的东西得到我们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平安来自于我们的信仰，来自于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票价从永康到保安只有一小段，而且这一段路的路程只要花多少钱？15块，15块就可以到。可是到了这个非常时期呢，大家不去买票，而且他们把它用得很精致，用得很漂亮，结果一张票可以最高就卖到多少？80块钱，80块钱。所以大家人们都在寻找什么？我们给你们当票都在寻找平安呢，而且都是用外在的东西来填补我们的平安。所以平安对我们的人来讲是何等的重要。平安这一句话，感觉上是很奇妙的话，而不是只有一句问候。所以我们每次在教会，不论是在教会在人与人之间碰到的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第一句会碰到，都会讲什么？平安。那有其他教派，他们不一样他们叫什么？哈利路亚。可以知道这个是哪一个教派不一样所以我们大家都会是用一种问候的话，都会用平安这句话。那么你在那个什么？我们不离哈盖，平安是什么？平安是什么？为何耶稣在复活之后，好几次看到他的门徒都会用问候说什么？平安，都会用这句话平安。所以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个习惯的用语。可是它到底背后有什么样丰富的意义呢？我们常常用平安来请安，因为我明白平安的真正意义。定义希伯来的一个语言呢，平安是什么 ？Shalom， 希伯来语叫做 Shalom， 也有诗歌，也有 Shalom 这个词我们有时候会唱到。那么平安，我们不要伊米拉，伊拉布里巴哈，
也来过撒刚刚爱路当当票，也来过把人们。其实平安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其中有它是让我们可以快乐，它是友好的，跟人与人之间是友好的关系，也有什么是彼此祝福，还有健康以及兴盛的意思。所以平安除了在问候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一个状态。第一个平安，它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好，它更是讲到说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和平，它是没有战争的一个意思。在路加福音14章31节到32节这边说，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酌量，能用1万兵去敌那2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喜的条款。有rumah satu, jemaatu Ahmadi, sabiruran do rumah Ahmadi, bisa harakat ho jingla miharatan, makreng hakinin ko在fat sufi tai aku mi ayau tula dosa ufat sufi tai tula akak Ahmadi, 在kasaan jingla sau,在爱个正义有马拉奥国呀阿克红第一，有澳洲人领的国，大陆国巴比巴苏瓦多萨卡里哈盖萨卡拉里爱，所以在这个萨卡拉里爱这个和谐的条款，指的就是什么平安的意思，所以和谐就可以达到一个平安的目的。创造和平的一个关系，而另外一个平安就是和睦的一个关系。保罗在宣教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15节，他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什么和睦相处。上帝呼召我们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教会，成为他的儿女，原本就是要让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个和睦的关系。有saparihakayao i tamuanan ko nibirian no gawas tamuanan，所以上帝呼召我们，就是要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和睦的关系。其中这个和睦的关系，指的就是平安。当我们人与人和睦相处，我们就有平安在我们的当中。其实他在又写给一些希伯来的信徒。在他的信中指出，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隔离，他是人与人之间一定尼拉鲁玛努基督徒阿玛马拉拉之在里的，所以上耶稣基督来是让我们人与人跟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合而为一，所以保罗也就说。在以弗所书第2章15节也说，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沙巴拉之在要宁拉伊金拉安杜尼尼杜萨爱杜纳扎干米沙法罗米桑纳巴拉里哈泰，所以这里的和睦也就是平安的关系。另外一个平安，它是有次序的，它是不混乱。它是有一个次序的存在。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说：“因为人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然后哈尼在过巴拉拉外不高瓦斯，不巴里哈开亚不高瓦斯，所以这个安静是一个混乱的一个相反词，也就是有次序的意思。所以保罗的话在指出，神所要给人的不是混乱，这个有巴拉拉外巴布利亚高瓦斯，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有次序，只有在这个次序当中，我们可以得享从神而来的平安。另外，平安也表达一个祝福，把人们
祝福。保罗和希拉在传道的一个途中，他们常常怎么样？被下到监狱里面，巴列章啦，一直被囚在一个监狱里面。而且在腓立比，他们也把福音传给了看守的狱卒，就是看守他们的改印那些狱卒们，他们曾经也因着保罗跟希拉的见证，然后传扬给他们福音。当他们决定要释放保罗和希拉的时候，这个警察他就很高兴，对他们说什么？在《使徒行传》16章的36节，他们对他说：“官长打发人们来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狱，平平安安的去吧。”巴苏尔汉诺米西马外籍保罗古尼尼阿苏尔。Ilaku ni usuranno ni kuanai Roma papi terang tamuanan ulasaka ngayan to ku kamu masyarakat sang ayan to ku lakat namu 汉名了，所以sang ayan to ku lakat namu 就是说平平安安的去吧，也就是在这个里面的背后的意涵里面也有什么？祝你健康。祝你平安，也就是祝福他们可以在往后的日子平平安安的来宣扬上帝的福音。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从棕树主日，耶稣一步一步的走向他来到世上的一个目的。他骑着一个驴子，以和平君王的一个姿态来进入哪里？耶路撒冷。他进入到耶路撒冷，他为的是什么？要完成上帝给他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救赎人类的一个使命。他自己没有罪，而代替世人，代替我们，钉在这个十字架上，而且死在这个十字架上。死后的第3日，就是7日的头1日，也就是主日，星期天，他从死里复活，向所有的门徒显现，然后他就被接到天上去。我们从这4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记载。耶稣当被升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就向他的门徒来显现，彰显他自己，告诉他的门徒说：“我战胜了死亡，我从死里复活。”而且连续好几次。耶稣对他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复活的第1天晚上，门徒因为害怕，米沙欧安努拉，他们害怕，因为犹太人他们逼迫他们当时的第1代的信徒，所以就关在他们的家中。所以当时的敬拜都是躲在哪里？家里面来敬拜，因为他们害怕罗马军兵逼迫他们的，然后把他们抓到监狱。所以有许多的信徒，当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死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家里面聚会，而耶稣基督来到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而且把这个钉痕的手给他的门徒看。当他的门徒看到了钉痕的手，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知道吗？给他们多大的激励跟盼望！相信在当中，他们就得到平安与喜乐，持续不断的来荣耀主，来侍奉主。接着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呢，就差遣他们出去，赐给他们圣灵，而且有赦免世罪的权柄。而许多的门徒受差遣，然后在这个路上与神同行的时候，圣灵就与他们同在，有平安，使他们的生命也充满了能力。第3次是在第8日之后，耶稣来到聚集的地方，这次他的学生多马也在那里。
包括咱其他一多嘛，他不相信啊，他不相信这个巴苏林怎么啦？是米利亚或者是耶稣基督复活哦，所以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所以他多马这一位门徒，他疑虑，他怀疑，而耶稣就站在他的前面啊，就说愿你平安，所以他就把他冰冷的手给多马看，多马当时他就相信了，就敬畏的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的出现就会消除了他的学生的怀疑，更会坚定他们的信心，那些门徒的信心。而有一位国王，他以一个平安为一个题目，然后要2位画家画画的2位有恩典恩赐的人来表达同样一个叫做平安的意思。而第一个画家的构图，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荧幕，他就画了水面平静，周围充满了什么绿意盎然的树木，然后晴空万里。他就用这一张图来表达平安的一个意境。而另外一个画家呢，他就画了这个，在一个瀑布我们瀑布。no amis 我们瀑布呀，在一个瀑布底下在一个瀑布旁边，他就画了一个小树枝，而小树枝上面呢有一个鸟巢，有一个鸟巢就在那边。而看到这个鸟巢里面有一只小鸟，正在安然地躺卧在这个鸟巢里面，所以在这个暴风瀑布之下，它安然地睡在这个鸟巢当中。所以用这2张图来表示平安。如果你们选择哪一张，在你们心里面，你觉得那一张才是平安？结果。国王选择了什么？这一张图片，因为这一张图片才能够显示出人们真正的平安，是在暴风当中，是在环境恶劣的地方，而能够安然的躺卧休息。这好比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即便外在的环境多么的恶劣，像现在的武汉肺炎侵扰我们人类。使我们充满了惶恐，可是呢，我们在这个惶恐不平安当中，我们靠神能够安然的睡在他的怀里，这个就是平安。所以，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平安？平安并不是指没有什么样的困境，或者是冲击，或者是扰乱，而是能够在这个冲击、扰乱、艰难的困境当中。达到平和，达到和平，这个才是真正的平安。而平安不是我们去用求的，而它是一个圣灵内住的一个果实。有神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而这个真平安是从神而来给我们的祝福。因为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Sekarang dihakai namu kapu saka bari hakayan naku kamu zai tarcar atunu hakan ku ibarat dihakai aku agak rau ku baru做namu agak tarau kamu。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劝句。另外，在一处经文，我们今天在周报里面有读到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saka sumuara wa ku I tamuana dunini I saka ji lihatai namu tuna maradzai kita aira kau patres namu I itini I hakan ikaurela sai jalan ku faro zo marowi sai tu aku hakan han indah。所以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跟随耶稣基督。神他必然给我们从神而来的平安，而平安这是一个福音的本质。平安这一句奇妙的话，不只是在我们嘴里面所说出的一个贴心的一个问候语，甚至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要道别的时候，我们也会跟我们所要道别的人说平安。但是它背后有一个信仰的意义，就是平安就是基督的本质，也就是福音的本质。使徒行传记载，彼得在哥尼流家中讲道的时候，在10章36节，他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 Pakainya nukawaci Yesus Kristus ku ipipatena tu sakarari hatai ayai aratu I Israel， Yesus Kristus ku tapang nu borong nu tamsau。这个和平的福音，sakarari hatai ayai aratu 就是平安的福音，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开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说，基督借着自己的死，使人和睦，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Mahanai saka taini ji Kristo mipatenak tu sakarari hakrai ayai arato I borong no tamkau haru kamu mafukirai tu kawas luma apinacaran atau mafanai tu kawas yota tamkau。在此，保罗也用和平的福音来形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拯救所带来的一个好消息。可见这个平安是在我们弥赛亚国度的一个本质，也是福音的本质。我们人一旦接受了福音，就有份于这个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真正平安。人的心里若没有平安，心中就充满了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我们人不平安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多的乱象。就好像有一个故事，之前有听到，他说在基隆有一条路，在阿拉兰基隆，经过的人都会觉得说有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上，然后许多人经过的时候，心里面总是觉得怪怪的、毛毛的这样。有一天，有一个爸爸在早上的时候带他幼稚园的小孩子要去上课，经过那一条路，突然那个小孩子就指着那个电线杆，就说：“爸爸，你看电线杆上有2个人。”阿妈，我那电线杆一来都是当不到上来，所以他爸爸就看，没有啊，怎么会有人？所以他就心里就觉得毛毛怪怪的他就赶快加速，不要看到这样子，心里就觉得很奇怪。他就是说，不会是遇到了那些不该看到的东西吧？所以那个老爸就是这样，心里这样想，所以赶快把车子加速离开。到晚上的时候，换妈妈要去接那个小孩子。当妈妈接到小孩子的时候，又经过了那一段路，小孩子也是一样，看到那个电线杆，又说：“你拿我们那个电线杆，你都撒旦不绕上。”说：“妈妈，你看，电线杆那边也有2个人。”妈妈就吓死了，赶快加速也回去。这件事情就这样传开了结果有很多的电视台的人就来采访，然后把那个摄影机架设在那个电线杆那边，然后就请那个孩子过来，就开始要拍摄。工作人员就对那个孩子说：“
你看到的那2个人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都没有看到？那孩子就指向那个电线杆，说在那边呢，那里有2个人呢。结果大家就往那边一看，吓呆了，真的是有2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有2个人，确实有2个人。可是我们人就因为自己心里面不平安，毛毛的，看到的都是什么不平安的东西。而小孩子就是这么单纯，依靠他的父亲，依靠在这个信仰当中的时候，他只看到真的是2个人，所看到2个人反应态度截然不同，一个就会得到永恒的平安，而一个呢是处在这个外在的世界当中。所以，当我们人如果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的时候，我们不会产生这样子的乱七八糟的一个想法，因为平安从何而来？从哪里来？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上帝，从耶稣基督而来。而且保罗也曾经写一封信劝勉腓立比的信徒，他说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乎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嘎嘎老老不卡罗做那么多，安奈阿什么？I masama manai akrama I bitoron kamo akaian I lipi ahoyet no farozo namoko bipatara kardo nga dini dan namo I kawas ami lumot ta puya I kakak ai no ni haratengan no tamsau namo kawas diharai bo masih Mami simau tu farozo tu harateng namu pakai ni I个拉自在namu即 Kristo， 所以这个平安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靠外在，就像前面讲的，不是靠买一张永保安康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平安，而这个平安是在保罗在以弗所书强调的，人与人之间如果有和睦相处，耶稣基督的平安就在我们当中。而以弗所书2章14节也这样提到，因他使我们和睦，将2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巴拉利哈盖恩的安娜及耶稣基督，然后哈尼巴巴拉在宁的犹太亚阿当照阿多罗马阿菲纳扎兰，巴盖尼恩以迪楞宁的萨比巴拉萨瓦宁的巴萨西阿拉爱阿巴罗做人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出原文的意思是，因他是使我们和睦，这个和睦就是刚讲到的平安。所以人与人之间有和睦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平安就与我们同在，而这个平安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所以结论来说，现今这个世代充满了许多让人忧心的事情，我们无法掌握。无论是我们现在面对到的病毒，或是一些社会的乱象，或是我们家人、亲人突然的离世，我们都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知道最近有许多的牧者也离开我们当中，特别是我们前任议长非常年轻的丽娟牧师、洪爱牧师，他也在上个月近期我们也送走他，所以在这一类的事情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失去盼望，我们会失去平安，我们会甚至看到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打击，我们会怪罪任何的，甚至怪罪上帝。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基督的本质就是无论什么情况，即或不然，在这个信仰当中给我们的重要的确据就是耶稣基督胜过了一切，他赐给我们永远的平安。所以平安是一句那么美好、美妙又丰富的话，盼望我们不只把它挂在嘴边，而能够随时的跟人道平安，也能够在跟人说平安的之下，我们也能够知道平安真正的本质就是
耶稣基督常常与我们同在，而且胜过了这世界的一切的患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在这世界当中有许多的患乱，许多的混乱以及病毒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但是我们相信你胜过这一切，所以特别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主也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就知道你的平安就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不失去任何的盼望，让我们紧紧跟随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传道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安的一个确据，感谢上帝，让我们单单的来向主求这个平安，不是从外在的来求，用买的就得到这个平安，平安是买得到的。相信基督徒都明白这一点，不要像刚才牧师所说的。电线杆有2个人，小孩子很单纯的看见这2个人2个字，不是大人心里混乱的想法是不好的。这是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单单的寻求在主的里面的平安。我们一起来唱这个，没有你心里有平安喜乐吗？我们坐着唱。当我们走向主的时候，主的平安就要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变化。我相信神有能力帮助我们，能够转向他，带到主的面前，这平安就要赏赐给我们。我们接下来恭祷，请会众起立。我们为这不平安的时代，我们能够仍然自由的在主里面敬拜神，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福气。我们为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在不安的时代，我们仍然有平安，献上感恩。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我们是来感谢赞美你，在这平安的时代里面，让主的平安，让主的福音也传遍各地。我们一起来守望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感恩，主啊，赞美你，让我在这仍然有好的场所的机会赞美你，感谢赞美主，在武汉肺炎这样子的疫情一直在蔓延各地，不只是台湾，每一个人都感到害怕，每一个人都感到不安。主啊，我们还在的日子上，我们没有办法从那边得去平安。
Wama nunya pili ka karena nai ikan siapa ka wama. Tu pili po tak miso. Tu tiren. No san kakak kira kasai kilokai. Mata wama biar kami. Nahan i pati po miso. Awai maan tiren no san kakak. Maataw nunya kasawa nai. Ila paham kata locor. Pulau san kakak. Lakit ini i atau asal kang sa ikawan ay Allah. Alasung dong miso. Pati po miso. Tiren. Tu astat sa kaki rumah. Kasawa nai mahal miso. Mahal miso. Kung patingin at sa dunia kuni sa tanu untuk pakanakaya ku bawa tanu sa tawai bila itu aku bilang so sa tawai kung ako kanini ay mata bila mata kunau rumah ay katalawan o katata sa tawai siapa pun saya katalau kung ako tu pakai itu gini bilubut tanaman ay sa jadi kalau mata miso, kapulat miso, apa putu yang akan miso tu kau, bos salah yang sama, tak, saya itu semua sekolah tak ini direng satu, belum bisa dikatakan dia, at macam miso, tu ay miso ini, belum bisa dikatakan sama, ini yang kita katakan dia, nah kami kapulat miso, kapulat miso, apa putu ini miso. Oh, belum ini mata saya di kamar lain. Saya awal kuman, saya itu mau kesatan ini, kira kata belum bisa kata ada semua. Oh, nah, tu belakang saya kakak, tujuh sekingking, bukan sekingking, pasal orang lain, ada pada kata bisu, dan bisu patang bisu tu. Kalau kesatan, kami tak perlu Bila kita putung, makanya ini tanaman yang berdoa. Yesus Kristus akan turun. Para kalimat boleh songrong. Ni turun kita. Nanay maralit ilay tamuanan ko mikumi no tabang Yesus Kristus ato ulah no kawas ato nipikapot no pantara akingo itamuanan amamin tayo ipraots. Amen. Amen.
来向他，感谢他今天为我们分享，还有他的师傅，还有感谢他这里好平安的福音给我们，真的是谢谢我们请我们的代长报告一下我们昨天的会议的内容。弟兄姐妹平安。再看一下我们的周报哈，我们再念一下我的那个本周经文。再看一下我的本周经文，我们再念一遍。来，我将这事请，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那我们要把这个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有恐惧、我们有害怕的时候，尤其是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武汉肺炎的这样子的情况，让上帝的平安就放在我们里面。那这是他赐给我们最好的应许。那我们昨天晚上有做，就是长族都有做一个决议。那在我们3到4月底的这个期间呢，我们的那个家拜我们可能就要暂停。那要看到后续看疫情的情况，我们再做讨论，是不是要再继续，还是怎么样？那时候还会再做讨论。那目前是3月份到4月底，我们的家拜是暂停的。那除非有必要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可能就是会前往的人数会精简。那有需要前往家拜的家庭也可以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可能我们就会戴着口罩，或是有一些防疫的措施，我们再前往家庭去拜访。那还有就是周五的祈祷会，我们人数本来就并没有很多，所以我们还是如常举行。那主日礼拜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配套措施，就是进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先量体温。那如果有超过37.5度的，那我们就请弟兄姐妹回家休息。那主日崇拜的部分，我们还是分2堂，座位就分散。一排可能就坐4个人，尽量可以就坐4个人。那我们就保持距离1公尺的距离这样子。那收奉献的同工就可能要戴一下手套跟口罩，再来收奉献。那圣餐的部分，我们的用品可能就要用独立包，可能就是一个夹链袋里面有饼有杯，这个我们还是要先去添购，看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可是我们会尽量是用独立包，一人1份这样。那还有就是，如果长辈比较有空的，可以帮我们教会去排队购买那个酒精或是口罩，因为酒精真的很难买，需要排队，然后一人又只有1瓶，所以就是可不可以有比较有时间有空的长辈可以帮我们排一下？那原来的4月10号有一个联合晚崇拜，我们也暂停举行，本来是要前往到3美教会去献诗，可是现在就取消了，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疫情，我们就暂停。那好，就教会的聚会的调整案就是这样子进行。从下个礼拜开始，就请前来的弟兄姐妹都最好是戴上口罩，自备。除非你真的没有办法，那布口罩也是可以。好，谢谢。那再请林长老再用母语向大家来报告。谢谢。我们请那个约翰长老来报告。我的阿妹也是没有办法。Aizat, menazat, kurang saya kakak, ayo. Kata payah, kaki dengan hari sesuai
职位，为了应这一阵子他已经虽然我们不要自私了，还是骗政府的措施我那个八年平安什么平安修伤养老，原来，那我用英文讲好了。那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了主要还是什么平安。还是配合一下，大赛尽量不乱。我照很难，我尽量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尽量不要交谈。好呢，minta tolong saya kakak，如果说发现别人常来了，说你先，能不能比较安心，能够tolong saya kakak，Ilang kacamatan kepikiran, ini atau minat di kalau minangnya cakian mana? Hai, ya. 谢谢。我们有其他的报告吗？妇女会长。弟兄姐妹平安，好。然后那个会后，我们妇女团契是同高妇女团契留下来。4月19公祷日，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妇女都能够一起参与。那等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留下来讨论，然后分配一下我们的事工。好，这样谢谢。好，平安早你哥。mana tak kau ni sini di show pagi aku lihat aku tuan kamu cerai. Ila ko tayo ng kakini bala nami kaya na pasyasigan kami dito man sa kuya ni kay dati sa rota takatong takna na aya kilang situ tumutubot nako ako piyali ko mo ya kita iso pachi mo ila ko tayo na namin 谢谢，让我报告。好，都我们结束我们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愿耶和华赐福你